即刻交租，係邊個啊？啊？即刻交租，啊？又係你兩個？即刻交租，即刻交租，直拖交租你令我好緊張，你即刻交返啲租。即刻交租，我都話咗我實會交咯，總之俾啲時間我就得。同投資者打招呼啦。你冇得再解釋俾你影衰晒你報交早拖咗咁耐。爸爸，你嚟呢度做咩即刻啊？交租，即刻交租，點樣將啲錢使晒話我知？將啲錢開發咗隻甜品倉，知識攞錢當我係提款機。一心去創造確實係神作。即刻交租，薪金都拖欠走數沒有錢，都不知怎去應付要上架。睇睇你搞到佢哋着晒火，咁樣搞生意確實冇人性。即刻交租，咖喱角，睇下你累到呢班人而家幾慘啊！哦，我知道啦，今次係我唔啱，仲有令到大家都咁慘，總之好對唔住啊！很清楚搞錯一個鑊，我知一心只想要創業，但其實無力達到。先交咗俾晒你哋就營運唔到，只知道立即要止步，並未時來運到。不需灰心，再試一下，要交出真心過這挑戰，全憑正能量做，盡量把工作處理。齊心的蘋果，衝啊衝啊衝！